么事儿啊？我的小说在网上的点击率排到第3名，我有3万块钱了！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太棒了！我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把钱打到我们那张共同的卡上。夫妻共同赚钱养家。少废话，谁是你老婆？我们就是合伙的关系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？好啊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庆祝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让我看看。我看看。天哪！我真的没事，只是一点小伤。怎么搞的？你一个皇上，跑这来当打工仔，当什么武术替身啊？你又不露脸，火的都是那些明星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精神好着呢，你再让我打几份工，我都愿意。你干嘛那么拼呢？你现在不是有外快赚吗？外快又不是天天都有的。那你那几个小时就能挣1万块钱，那是什么工作啊？不好说，反正就是给他看看东西。具体什么情况，哎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啊？走。哎。这里阴森森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回来，走。别拉着我，我拉着你。哎呀，你干嘛？视网膜虹膜辨识，高科技啊！这个眼镜好神奇的，我回皇宫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安一个，再也不怕刺客了。这是干嘛的呀？不是007的老巢吧007是谁啊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哼，也是一小公狗，有空介绍给你认识。哦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不用怕。过来。这不是你的龙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
这不是冯昭仪的金钗吗？以前不觉得美，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美呀？你把我打入冷宫的时候，我就是用它向郭公公换了一车炭。您看这本书，上面记载着我的一些事情。宫闱秘史，你的艳史。上面不单记载着我的事情，还有你和家业。不会有禅房那段吧？明明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，却足足过去了1000多年。你别怕，我怎么可能杀你呢？别害怕，别害怕。要不，你把我杀了吧。难道我闲得蛋疼要杀你？我又不是暴君。峰峰，我带你来，是想让你知道书中的内容。书里边说，我在莲花山是非正常死亡。书中记载，我从莲花山消失之后皇宫大乱，他们把我的衣冠变成衣冠冢埋葬，那些都是随葬品。1个月之后，朕的皇宫遭到了屠杀，天下改朝换代。我上学的时候历史学的挺好的呀，你说的这些都没有记载啊。峰峰，我一直都想回到我的那个世界，但我知道我根本回不去了。我们离开这儿吧。李焕，原来你的外快就是叶波的父亲叶佩给你的。他也是叶家的父亲，他找我做什么顾问，反正就是每个月来这会所一次，让我给他做什么鉴定。我在网上查过，这个叶氏集团做的是国际文物生意，在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拍卖行。我就说嘛，这国土文物怎么会在他私人的地下室里？他父亲可不简单啊。哎，那个叫什么考什么古什么专家，那个老白，你们这儿叫教授，他一看就是个盗墓贼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啊？自古以来，鸟